来看高雄一个美容职业工会理事长何元刚指控性骚扰。元刚讲伊迄当时唔敢讲，是因为有签约，提早离职爱罚20万，后来离开才假达代志逼出来，提出告诉。这个理事长嘛已经封羁押了。 因为公司交办甲女员工单独相处，头家说雄雄抱对方红大力撒开，嘛有女员工雄雄为后面红抱掉咧，搁互卡着胸坎，则牵涉着性骚扰的行为，为100年就陆续发生。受害人上少5个人，涉嫌不当行为的头家，也搁是高雄某一个美容工会的理事长。然后他就是可能要厕所，但是因为那个空间很小，所以他会从我的后面经过，然后会用他的下体磨蹭我的背后，强暴、强吻，还有抓手、摸胸、屁股都有。最严重的，我们有受害者是被强制性交。 当事人讲，头家会先正常讲公司，说雄雄卡来手来，互因袂赴封闭，啊，个人疑似防强制性交，真侪人受害所无证据，才会私底下来收集。嘛指控头家要求因签合约书，有讲到年资无满，违约金爱付20万，造成真侪人会惊吓，爱付真侪钱，才无法度离开。嘛不满甲劳工局申诉，说互踢来踢去。 我是觉得我们老板都很正面，对，我是觉得不会有这种情形，对，是他们就会故意陷害吧。如果雇主没有依法令的依据而片面扣发劳工工资，可处雇主2万到100万元的罚款。 等下防指控的理事长点来查证，现任员工背回所有的指控，强调点来运作一切正常，嘛无相信因头家有这种不法的行为。不过嘛讲头家已经将近1个月无到点来。根据了解，受害者甲检方申告已经由司法来介入，目前理事长已经获收押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